謙謙扮宋慈雄呃豬，楊怡話以為係林峰。童話入邊有青蛙變王子，現實中有熊仔變謙謙。將6句哽咽2次，感人程度真係史無前例咁高啊！謙謙同楊怡前晚恩恩愛愛拉埋天窗，有拍片啊，俾啲花式先。唔止人前浪漫，有飲下仲有驚喜添。為你甘心作傻事，扮下星星叫，睇到乜都是。唔使 close shot 都見到楊怡 sweet 到喊出嚟啦！呢份感動，尋日晏晝都未完噶。因為我追佢嘅時候都係扮公仔嘅，係扮隻鴨，扮鴨，唐老鴨，其實都幾驚喜嘅，因為之前有同佢有問過佢話，喂，你咁忙，你有冇諗過俾少少 surprise 啊，俾我或者俾現場觀眾啊朋友嗰啲啊？佢話冇喎，因為最啱係原本我以為林峰係嚟唔到㗎，因為佢喺大陸開工啊嘛。跟住我啲13期朋友仔同我講話，阿峰嚟咗，話哇唔係嘛，嚟咗咁好啊！跟住就話有 surprise 出現啦，咁我諗緊唔係咁爆嘛，峰你唔使咁好送隻熊，你扮隻熊嚟賀我。最後見到對腳就只係老公，就甜到喊出嚟啦。